这么一个，我来听你啊，这下雨了，天什么拉着了都就嘛。几天还没给我搞我的啊，这几块钱，中人花钱。啊，给我搞几天去的，没去几天都搞。我几天到中国人家。我买的是，如果原来设定你的话，因为我那有啥不？一从这里。啊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这个感觉就是干嘛就干嘛的。抖音。